现代人因为生活压力大，情绪甲心理的健康议题，嘛成为社会重要关注的焦点。由着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、甲着市府共同来举办百人铜锣浴、音波疗愈的活动，将伫个11月2号伫永华运动中心来举行。日前有着议员王家珍甲着朱振轩，以及侪位的协会常务理事，甲着市府相关单位共同召开记者会，邀请市民做伙来体验音波共振放松的疗愈。推动的目标一样，就是透过这个活动，让更多市民朋友认识到这个我们的一些心理卫教的一些这个资讯、一些知识，让我们把它普及哦。而且我们不只是用上课的方式，我们是直接用这种音波疗法的铜锣浴，去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，怎么样用这样子一种这个我们一般台湾人可能比较少接触到的方式，其实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很大的一个放松，得到一个释放。那我想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。那也再一次的感谢我们忧郁症关怀协会哦，已经办了第3届了。那这么好的活动，希望透过一届又一届，让它更盛大，也让更多市民知道，一起来参与。因为是我们在做那种铜锣浴的时候，我们通过那个铜锣它低沉而非常宁静的一个音波，可以让我们身心能够放松。这样的音波，透过这样的在我们永华运动中心2楼的综合球场，它就像是一个非常柔和的一个能量，深深的能够渗透我们的身体跟心灵，能够让我们非常的放松。这届活动特别邀请来自马来西亚的铜锣大师 Jeff 来带领，结合10多位专业的铜锣师共同来演出，希望打造百人共振壮观的音乐场合，协助民众会用身心来放松，欢迎民众踊跃参加。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。